抓到一只李云霄。Hello。是谁的橘子？我要吃掉。啊，怎么这么严肃的这样子过来？这么严肃？怎么了？你们要发什么要出来的吗？啊，叫妖精来了！臭妖精！哎呀，我叫上你名字，你们敢应吗？伯伯家刚刚说有人 Q 你。Hello。你们要吃串的带上胡梦家啊，可以免费，不要钱。首先要带上名上。你可以开始画脸第一场的呀。对呀。旁边学呢，徐大美女。下午是舞女掰手。可以吧？预计可以吧？我在贴双眼皮呢，还没开始画呢。这个是谁的？我扔掉了。下午是舞女掰手。这个是干的。有没有没结婚贴上那个？那这个没结婚的，单身，98年的，社死了。对，这样子。啊，君君在这里，君君，很多人 Q 你，我的直播间啊，君君自己在直播啊，满屏的君君，不要去，我早上就不来了，哎，我现在1300多个人啊，但马上就变成67个人了。他们不是 Q 君君吗？我就找君君了，君君说君君自己在直播，然后肯定，我这边马上就没人了，我目送你们离开。青青姐姐他们也在直播。青青姐姐他们都在直播。那你们现在整个直播间跑到忙死。君君1500是吧？我又不想跟君君 battle， 我又 battle 不过。你不走的是吧？你不去是吧？好的，好孩子。啊，我也没有逼你们，你们如果想去的话啊，那你就去好，没关系的。去完可以再回来的呀。哎，我闺蜜发我信息说你们在哪里，直播人气太多，她给我留言，我都看不到她。小雨，我在龙岗，我在龙岗。我们是不是吃饭去啦？还早了点吧，11点。他们说11点吃完，11点半差不多化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好的，这是你刚刚吃过的东西。我还没吃呢。哎，怎么断掉了？好了，我现在带你们去吃饭地方。那我们走吧。看一下雅琪呀。可以呀。好嘞。我昨天签的。我给你们看看我签字。我帮你加的。好，可以。魏老师来了吗？魏老师一会儿来，他一会儿自己过来。谢谢。不用谢你。可以的。哎，范雅琪在哪里？有没有看到？范雅琪啊。哎，这里可以走的呀。我没走过呀。君君2000了是吧？你看，本来我这边1300多，知道君君在直播都去那边了。大家都在。走，我带你走。我带你们看一下，我们去那个吃饭的路怎么走啊？我给你们看啊，现在演出没有开始，其实一大早的时候这人已经很多了。要演出开始以后人会更多。哎呀，挡起来了，尴尬。吃螺纹了。人多不多？这都干嘛？哎，这个上面蒙的惨。喂。少让5个。啊，说。对呀，我们现在去吃饭了啊。什么？对，有些人还是睡在这边的，因为要抢位子。他这边不是按照门票进来的呀，这是先到先得。对，其实现在传统文化还是很受欢迎的。我们每次下乡都是制造出很多的话题。好了，到吃饭的地方了。饭稍微淡一点。我不要吃米饭。这是今天我们的菜。哎，我真的不会
那个转摄像头哎，怎么弄啊？我是88年的，我是老阿姨。在更多里面吗？在更多里面吗？哦，翻转镜头。这里啊，打开了呀。好了，我现在准备吃饭了啊，已经到了，带你们看过啦，一会儿下一的直播间见，好吗？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。这有点关嘛，这还有一张。开宝箱领奖励。我是温州的呀，天哪，你是哪里的？现在还在问我你是哪里的？好的。关的那起那个腰的刚好呀。关键指在哪里啊？这位同学们，快来姐姐，我知道那个上下叫特等，对吧？这边没有。上下长短叫特等，长短叫特等。我知道那个什么。我吃了我们阿菜带来的2个说很好吃的饼。龙岗说温州话。对，明天还有一天。啊？没有病啊？病了吗？因为我今天早上起来，我发现我凹进去了，这2天怎么会瘦掉？哎呀，真的是。对，明天白喝水。好，谢谢。对吧？谁说91年的？你的假粉丝。明天有啊，明天打过南河，打过南河，打个以后能满足你吗？是蛮累的。苍南是我14号去。在那水池那里啦，手一直这样弯在那里，半蹲那里，弯腰在那里，然后其实还没好看。腰直。有时候自己画，有时候杨老师。是那我已经看那个了，完了。对呀，晚上住龙岗。完了，那我是带回去了。开宝箱领奖励。但我这2个人这里没意义。我怎么打不匀呢？又要我帮他经营了。脸本来也不大了。现在现在我这样子真好吃了。你要换成我这种滤镜就很好看。你来看一下，先观摩学习。没关系的，有些好看的，真的，我也是没有的啦。王老师要开直播，然后我帮他经营。感觉回到了最初我没有开过直播的时候。每天应该不会的，每天没有时间，刚好这2天化妆嘛，慢慢化可以播一些。下午是5米拜寿，7.5，我记得了7.5。哎，这反正蛮高的。好了，开始。什么？哦，进去。我是顺州的。龙岗还有明天最后一天。也挺快的，本来想5天，哇，好漫长的，现在最后一天了。第2天的。下午我演都是这个地方，先搞的。对，明天满场跑的小江街。金香是苍南的吗？
金香我是4号去的。闷，你看我，别人给了我一个电风扇，往脸上吹的，呵呵。对，我早点画，然后慢慢画。请问金香几号去啊14号。为什么？因为12、13在西门门。那就是看了蔡老师演的。嗯。其实我本人脸还要比这个里面再胖一点点，我觉得，因为他可能有点瘦脸了。哎呀，我现在人都少掉嘞。哎呦，瘦子啊！瘦子，你是不是你有没有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东西叫什么灯牌？我看看。哦，有了。下午我演邹世龙。陈军就在我旁边哎，要不要看一下？现在很多。对，下午的老婆是老七。对，下午捡老婆，就是一定要在大雪天啊，出门呢带把伞，家里面要这个姜汤一定要炖好在那里，然后呢，你就能捡一个老婆回去了。攻略给你们做好了啊。我家棉花在家里呀。我认识蔡明明，对，我认识蔡明明。我的眼睛太肿了。哎，他们这一家，你看得懂吗？是呀。他是好种颜啊，也有乌头花，金花都有。我出来的棉花哦，我有一个姐姐会去看她的。麻花哪在这里看？肖文杰下午演什么？他老婆？肖文杰下午演吗？酷的感觉。大女婿是谁啊？要抽烟。三女婿魏老师。哦，那肖文杰今天下午不演。谁说单眼皮啊？我这只不是双的吗？现在都流行单眼皮的好吧？现在都有流行单眼皮的好吗？你这多吃哟！啊，我不得得吃啊，我到那边对，是油菜。对，我就是一双一单的正常状态，谢谢。哦，有的回我了，麻花式前裤。就很普通的高光。你是唱到哪里啊？光美的呀。是的，我打的是油彩。李肖芳老师下午不演。啊？什么？哎，这个滤镜怎么关掉的，君君？我不知道呀，你这个有装。这个滤镜要怎么关啊？我没调过。有，朱红也不行了吧？好像滤镜已经关不了了。好的，我已经好一些啦。天，勉强看吧。没有啊？我看到。右侧滑一下。没有啊。右侧滑一下。哎，我觉得我这样有点让人羡慕。就看你要看谁了。会取消风格中。继续。没有，我在跟他们说。哦。哎，对，君，我谢谢，聪明啊！哎，能人啊，抖音都是能人。里面太闷了，我有点待不住了。现在没有了。3个手机，你厉害的。
还没有到呢，还没有到生日呢。你在吃排骨饭？嗯。对，下午是5米。好的，翻你。下午有人说你是话唠的，一直在讲话。我也走 slow， 对啊，因为我不急，我慢慢来。也亲切一点。他们说我是话唠是吧？一直讲话，那我。哦，そうですね。什么？对呀对呀，我是陈丽君呀。在龙岗。我的店只有2%哦。不用门票的，但是你要来的早一点，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座位。不知道能坚持多久。也就今天啊。对，今天只有一只欧式大双眼，另外一只没了。好困啊，好累啊！我去哪找灯红这个？哎，对，已经满座了。双眼皮不会左右切换的，我平时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比较肿的时候，另外一只也能肿出来。昨天大概2点半睡的吧。给我看看。你在我1000米以外的地方，你不在那个楼下台下吗？好的，谢谢阿姨。对，晚上是，啊，是我爷。那你再来这边，这边也是。我睡了，没睡着。你来找到我的话，应该就能拿到。被你来啦！谢谢你。下午吹云是李云霄呀。晚上我演冰。现在播这还有人的。20分钟没？对，晚上跑龙跳，20分钟会怎么样？还可以送个灯牌啊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哦。解锁。我真的觉得我跟老年人一样。我也跟老年人一样。每次点赞我都点这个的了。哪个？老粉丝。老在这儿。每次都是要付钱的那个。那不然那应该是你的。你没有加我粉丝团。所以我是个冤大头，本来我是榜1大哥，好吗？你再说我。好。本来我是榜1大哥。好。8万下。白了。难怪我说我怎么上不了榜。他凶我。因为确定。这么多人看着你，不要对我动手啊！我可以动脚呀。现在这么多人看着都可以成为微信的托管。合法。我看到一个男的了。对，是我感觉化妆了。寡公寡妈的来团你了。有没有人听懂？我说我感觉寡公寡妈都来看戏了。小百花的演员都是女孩子，但是其他工作人员有男孩子的哦。我可以吃这个啊。
吃。太明白了。嗯。来了来吃。了。这就是水头排骨，是不是啊？油排骨吧？这是水头吗？所以水头的排骨不是这样子的，它好像跟温州的那个有点像。看情况吧，不知道你条件怎么样。对啊，一家很红的店。因为是吃油排骨。有的有的，我爸妈带他们来看了。没看过吧？我外公外婆没有看过《舞女半生》。我等一下杨老师好。应该在杨老师带给陈婉东老师。我的粉要不要借你一下？什么？啊，那可能我的也属于机器口味质很重。你跑的时候叫一下我，我也要。你要早点来才有座位。拿出来。老板的那个对，军销是君君和云霄，不是军销不是一个人，是两个人。那油炸拌饭。下午是舞女卖寿，我是让你去。好的好的，大太阳我看到啦。有点困。女孩子，下午是舞女贩售。听听演。我是女婿呀。是的，这个风扇真的很好，很好用。外面又有反正，不要外面。什么上一天啊？你们这种直男，你吃起来了吗？预定不适合啊。啊，是你直播间不行啊，我猜弄那么久，你跟我说天想。眉部很低的，我眼睛是一点点。过了。我演那个六女婿。你的卧蚕是肿出来的，是肿出来的。妈妈，前面这样妈妈，我妈来了。我的眉毛直接长眼睛上。翠云在化妆呀，在我对面化妆。不吃饱怎么演？是的，温州话少，孩子也多。最后的给我找点时间。没有办法，杨老师在化妆。他西装这个，我眉毛往后这样子弄，因为抓。下午1点半开始。这么有礼貌吗？门是开着敲门，这么有礼貌。敲错门了是吧？谢谢。还敲门。对，杨七郎是明天。没有，不是，是我们单位舞美老师的声音。误会了，你们误会了。一边刷菜一边要你拍一下。这是好像是。你刚才说，我本来不是，你这个贴的跟我不是一个 style 的，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们俩眼睛，你还是请教杨老师吧。杨老师的，你也说得很好。
杨老师连他们那边是5G网，我们这边4G。你看我喂的太多多成分，来你帮我拍好。不知道太多成分。是吗？上海的朋友吗？我爸妈跟外公外婆那个下面还洗澡。我吃早饭了。一般是看过的，外公外婆。化妆老师在旁边呢。我这个风扇是漂亮妹妹送我的。你们快点看呀，传出来，你们怎么吃饭呀，活的？杨老师的，杨老师的。是吗？谢谢。对，今天肯定有很多老乡来看我。魏老师 ，Hello。给你吃馒头。我素颜一个样，正装一个样，就是考验你，你就认不出来我对吧？拿影吃的。认不出来啊，假粉。我没有带，给我吃一个好不好？晚上因为可能大家空的人更多吧。谢谢。对，今天演成丰原的也是我们温州的，演老家院的也是温州。哇塞，今天3个老生全是温州人，牛逼了！哪里啊？他演陈松年嘛，比如演陈松年，蔡明演老家院嘛，是不是啊？蔡明。老家人。别碰到我啊！现在不行，要等我化好妆，现在不行。这里演完以后去趟广州，演完以后继续回来补导演。吃光。这是干嘛？点赞啊？对呀。那我给自己点2个。我要把自己刷到榜1。点赞就能变榜1。哎呀，花掉了榜1。所以我原先都赞成白点，这都花钱的赞成白点。你好像以为送过榜1点。哎。刘氏白象直接。我杨老师是月签柳氏白象直接。20号新龙门是吗？就粉丝团最高级别，本来哎。你好，你好呀。哎。真的是每个人屏幕色彩差异是。我是偏冷的。哦，这个特效好看哎，这搜唇好看。它叫什么？我看看。什么？哦，花海泛舟。谢谢。跟你差一个字，你叫什么？你叫陈什么君还是陈什么丽什么陈丽什么什么？这瓶水是我的吗？听见，这瓶水是我的。我不知道啊。你水放哪里了？应该是包子。下午有唱，有一段唱。哇，为什么你的这个字那么好看？底下有船。对呀，我这个就是特别好看。这个不是特焦丽君的特别多。我只有焦丽君。阿杰的妈妈也叫丽君。快产生一点。抬头来，让我画画陆地边。陆地莲是你的莲吗？陆地边。陆地莲。边。没哪里不对吗？边，你是边。那是什么？边。哦，边。我的。可是蔡明明不是叫边吗？为什么莲也叫边？对。边位嘛边。陆地边。
对啊，但是你的名字不是也叫爪边吗？棉嘛，棉啊，可能同音嘞，袜子和粥还是什么？没有规律，你们温州这个话。深度话也没规律啊。有的有的。没有。有点悲贵了。你在现场？你在台下吗？我没动。是的，在龙岗。对呀。好的好的，快去吃饭吧。小百花百。长得像香菜。哇哦！是的。我要画很久的。14号去金乡。这里看很大，你看，这老锁在我后面，我给他前面。小夏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他说上榜是没法。可以的吧？哦，瘦子，我看到你的瘦子。瘦子是我闺蜜。没电了。记。那我定妆。我是混合皮，又油又干的那种。当时呢有纸巾。还没下。没有。来这里。我吃了2个你们温州特别好吃的包子。然后是在干嘛？东东问你，只有一东东最关心你，问你去干嘛了？大家都沉浸在张亚洲的美貌里。对，在龙岗。杨老师在旁边。在哪里？下午15米。那我还是拿出来给你补吧。明天是最后一天，明天还有一天。老师是那个太可怕了。对，是冲绳那个马。哎，刚才你那个包子是马战煎包吗？好像是马战煎包，叫张什么记？张什么记？这个煎包那么有名的吗？哈哈。你要想我起了个大早就抢到2锅。没有吃糯米饭。就是这个煎包。谢谢。谢谢。这不是你吗？A。马战煎包是苍南的，是吗？找谁蹲一下？我也不知道什么牌子哎，我去找一下。这老板下次给我推出这个维夫。下午1点半。好的，等到下次我就去吃那个温州糯米饭。这几天太忙了，因为白天晚上都演出。离你了，迷你啊！哎，我们好像在替人家打广告一样。是你在替人家打广告。这个好吃。
我是嵊州人。怎么说？晚上轻松一点，晚上我演冰。你好，哎，今天我的三春也是新的哟，今天我新婚了哟，新婚了。今天3天。老爷。啊，你也是嵊州人，嵊州豆腐年糕哈。你要做我女朋友，哈哈哈哈。你是我的漂亮妹妹。它脆肉的时候才断，它脆的时候断。为什么都是这个？下午是1点半开始哦，1点半开始。对，13号新龙门。是死的呀，就。下午演邹市龙。太热情了，真的。老乡说是他们的那种热情方式，我觉得就能下到对的，夕颜他来了。好的，大米漂亮姐姐。没有吃。妈妈晚上继续对，下午送汤。我不是温州人呀，我是嵊州人，越剧之乡。可以啊，人不太多的情况下可以，因为人太多的话不安全。温州版你老爹不好哈。啥呀？你看的，我看都没看懂。这是他的风格，魏老师。他叫王良撇。对啊，王。Hello， 龚师。嵊州有，嵊州豆腐年糕，有炸面，有梅干菜饺子，有茶叶，有丝绸，有领带。哦，有集成灶，对，嵊州现在集成灶比较有名。哦，对，还有羹，鸡汁羹。哦，对，陈丽君。今天为什么要吃茶叶蛋呀？今天要吃茶叶蛋的吗？谢谢。我化妆1个小时大概不够吧。对，还有桃心梨，桃心梨也很好吃。会播放唱戏的现场，那个台下戏迷很多在播的，有很多人在播，你们可以等会儿开始演出的时候去他们那些直播间。我要不演出的时候，我看到就是在抖音上面刷哪里都在刷演出直播。戏迷直播今天都5000、6000的，这么多的，那我比不上。我这已经很多了，我觉得。谢谢，这个是什么？四爷吗？你叫四爷？在龙岗还有1天，还有明天1天，今天和明天。下一站去杭州。我下午要唱戏了，我怎么能直播戏呢？我不唱戏的时候倒是可以，要是没有我的戏的时候，我可以帮你们播一下。
有演出的话，我是不能玩手机的哟。我们是有规矩的。在龙岗。你为什么要画这么久？因为我画不好，所以我要画的久一点。哎呀，需要票直接就可以进去的。扫门关系。我没有，我是整合放的那个，家里的洗手台上面好。明天他让我凳子稍微进来一点点。明天是直接去广州。我前2天也差点就过去了，太热了，太闷了，就很闷。我是陈丽君，哈哈哈，是吗？没有的。对，谢谢你。你是我失散多年的表哥，我真被笑死了。不年轻啦，不年轻啦！啊，谢谢。贴了吗？可以啊，你现在吸的自然的。够用了。我够用了哈。你是红姐推荐的吧？对，他们给我的。龙岗我还没有去玩过，我每天都来这里。龙岗玩什么呢？这个太英国，他们问我龙岗好不好玩。龙岗不知道玩什么。杨老师说龙岗不知道玩什么。下次你们跟他讲，让他给我化妆，不然的话他不给我化，知道吗？靠你们。把眼镜拿。对呀，我坐不住了，好了吧你？你说是？不是，杨老师现在自己在不在他自己的直播间，他自己没有在他自己直播间。下次他自己直播的时候，你们再帮我喊啊，让他答应我当着你们。红的，在这里。下午是舞女拜寿。哎，这样是你嗓子。杨老师。我等杨老师给我剪个双眼皮贴，因为他剪的好，我剪的不好。但是我可以努力自己贴一下。好，给你贴。让我贴。陈老师的网名叫什么？我还有二女婿没有演过。呵呵，扬州顶包湾，哈哈。我眼睛好像进东西了。哇哦，这个又是什么？双眼皮没剪好过，你这话说的有点过分了。没有剪好过，偶尔也是剪好过的。好像没有，好像那只能我了，对不起啊。贴了我就跟你画嘴巴。对呀。我把我爸爸妈妈的手机也装上了抖音，所以他们也能看我。好。苏阿姨在吗？没有。
但是我发什么他们都会看到。谢谢你的热水，这个水是你的吗？我也好想喝。我怀疑了一下，然后我无所顾忌的喝了。那我也喝了。谢谢。杨老师给我剪一下呗。反正喝都喝了，我下午一到你这里，这个镜头就变得很小。今天在龙岗。修什么东西啊？真的是这个啦。啊，春天微微开。今天是杨老师给我化妆。谢谢你。我也很喜欢那个节目。是的。很棒吗？风扇再吹啊，再吹，再吹呢。马上啊！因为我还没有画嘴巴，马上就让你们改掉。看杨老师给亚子化妆。好奇怪哦！下一站，阿猜下一站你们苍南的叫什么地方？是的。去金我会化妆，我昨天就自己画的。金香什么的，下一站。哎，我是不是可以点自立了？白兔记是明天，白兔记是明天下午。你要跟我一起唱西别离呀？对。啊？看过你白兔记谁演？你帮我宣传呀，不错啦你。我这就干嘛的？下午的晚上看演出，我妈呀，这怎么样？白兔谁演？是的，是的，白兔记是曼曼老师。对，下午跟老师搭，我跳的上几天了。谢谢大家。杨老师，你们叫睡觉去。下午11点半开始。哎呦。舟山暂时不知道，舟山去过的，在舟山也演过《舞女白首》，谢谢小娃娃。哎，这些特效是在哪里看？是谁给的？下午《舞女白首》。有不？你这里也在直播啊？你怎么不说话的？啊？怎么不要说话的？一直在说的。你没有像我这么一直在播的。那你到我这边来说两句，我要化妆的。马上不可以跑过去。马上就派过去。到我这边播妆去。让我先贴一下双眼皮贴。高了。你们要是你直播间人气不行啊，我也播不来。哎，我中华说直播间人气，直播间怎么样的？对，在龙岗。我是不是戴个眼罩？哎，这个刘彩达是好像皮肤很好的样子。是不是我吧？本来皮肤就好。好想看我的戏，那你来呀，你来龙岗。龙岗我们在演出呀。杨再可以吗？还是要前面一点？够了。可以吗？够了，前面再低一点吧。哦。前面高了一点就看不往下刮就行了啊。我就把它挑起来就是了。你不化妆达人吗？这个地方都没打人。我看不见。今天换哪种套餐呢？88、188两。对，我们下乡的话人就会很多，你们要早点来。君君吃了2个很有名的包子。
这家店你家开的是吧？不是，但是他只肯给我2天，我想让他下次再给我1天。去金香520，谢谢。成功冠名是什么意思呀？老板说不行了，再卖的话后面人买不到了，不行了。谢谢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名字在上面。兜兜。那也不好意思呀，万一后面人家买。对，他一定说了他什么好处了，帮他打广告，但确实蛮好吃的哦。没说好吃。下次提前去，真的是我起了个大早，只有2点哦，7点，我2点钟睡觉都是这个大早。啊，叔叔阿姨已经站好位置，有座位吗？能睡的话，我们睡到10点。嗨，大家好。感觉你下一句是我是张亚洲。还有就是没睡饱。哎呦，我这贴不起来了，张老师。是的，是我演出晚上。谢谢。不对呀。我眼睛太肿了呢。跟你们讲，这个撕贴很痛的。我们用的是油彩底妆。谢谢。我不对呢。贴起来。母女拜寿，我是大女婿。对，母女拜寿是下午演出。母女拜寿是下午演出。我以为你说。再让我努力一下啊。一般都开场这第1天哈。一般开场第1或最后1天哈。对，要不然就晚上。因为都是晚上的哦。因为我要走这个。哦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也是那个。要出差了。杨叔，这龙凤呈演出吗？对，是啊，可以了呀。你把后面抬高一点。杨历史就后面，但是这后面。那就后面也抬点起来好了。现在也是休息了。整体往上面拉。行，上面我再拉一点，我就翘不起来了。今天好一点，前2天有暴雨的时候，实在下不下。对，压眼睛。哎，我演舞女，你说20号也演了。对呀，要下不下？是吗？哎呀，好糟了，我要。汪西西在。汪西西唱得很好。我今天要翻车。肯定是呀，开玩笑。完了，我翻车了。杨老师，我真的翻车了，救命！救命！你化妆不要2天，当时没贴嘛。没关系的，我可以的。3女士的年龄嘛？对呀。哦，她这么老啦？那个时候的人，老太太50岁了呀，那她怎么还不生孩子呢？孩子没带来吗？哦，没带来呀。是啊，那你们怎么也没带？4个女人也有的，我没有的吧？人物不需要，导演不需要你出现的。他们是刚刚新婚的时候就过来，对吧？我可能刚结婚。孩子带来了，在肚子里。哦，在肚子里哈。阿禅比较厉害，他可以11分钟画，我不行。对啊，那20分肯定不知道。
不要很久，慢慢画。某的一个人，25、25岁可能以上了，都有人才2到10岁。对。可以了。对，因为后面这只眼睛我太肿了，我就不好。太肿了之后，我就不太会弄它。我这只眼睛向来不肿一点。多少有点什么不对称，没关系的，你们不要嫌弃我啊。左眼的双眼皮得搞搞，就这样吧，我搞不好了，哼。汗都贴出来了，我。是的，下午龙龙和麦麦去水洗。下午女白手。哎，小龙呢？凌霄演翠云啊。他现在12点来。来得及的，他几女婿啊？5女婿。你这个不管弟弟女婿都都个案比较深了呀。第一场第一场女婿先小1个，然后演到第3场，你要赌。下来最后一场，最后一场之后小龙在顶上，然后继续再。那我跟他换好了。疯了吗？啊哈。对不起对不起，忘了你。打死我！那我先上去呗，我也可以。可以。热线上。那我上好了，我已经在大堂。哦，我不用，我唱单兵独子去。这样说我又这没他，我又不是不说不去这样啊。妹妹，我来。3、4人，我那个什么。我去庙里面，就他不往女领啊，他不来呀。他不来呀，就往女领啊。对啊。接戏了怎么去啊？给你们看，林夏老师，林夏老师，林夏老师，你来的。林夏，你去啊。哎呀，庆祝你的老公。哎呀，我等会儿画了就好了啊，不要嫌弃我这个眼睛。我没贴好，我没有贴好，我没有办法了。他压我眼睛了，我太肿了啦，我太肿了，我太。哎，我这怎么延迟了？换过了已经。我看看，你说。确实压我眼睛。这2天怎么自己不要加上？我重新来。10台戏了还要加上啊？6台戏。我最好全部在这考虑。是的，我一直都觉得很乖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哈。我再努力一下啊，实在努力不好就算了，你自己再搞个带吧，这样不方便。我在找你的眼线膏。眼线膏哦，我再贴一下我的眼睛，再努力一下。强迫症的过来，死了重新。不是，我跟你们讲，死了重新贴，我可能贴的比
刚才还要查，但是我再试试买。啊，没声音了，有声音了吗？有声音吗？有声音吗？啊，没声音啦。汗贴出来，我汗贴出来了。就是因为我眼睛太肿了。方老师，谢谢。对呀，朝天的吕布。那个林超，你的盒子里是不是有红色花？没有。红色没有。我没有。没有啊？嗯。不知道跟刚这只眼睛大小有没有一样，因为这只眼睛被我，因为这只眼睛被我眼线画上去了。大女婿，好像那个人休息是吧？有好一点是吧？后面高不上去了，高上去它就抬不起来了，我眼睛肿了。不会吧？红布应该是不是一个口？我觉得这样能画了，同志们。就这样吧，好吗？就这样，但是就是大香水看看。我要用哦。你怎么不说啊？你妈来了。我不知道啊。哦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你不要来的呀。哪来啊？是不想来。筒又堵住了吗？话筒又堵住了吗？你在庙里来一点啊？哦，好的好的好的。你不要走出来，你在庙里待着，我在庙里。对对对，不折腾了，我折腾不好了，就只能这样了。也不接的，不接。是不是被子很潮啊？我觉得就是黏哒哒的，对对对。今天演那个邹世龙，我闺蜜在用我的化妆品。哦，就是没有一天晚上是睡好。是的，我妈妈推荐来的，真不想就来的是吧？还给你惊喜。然后昨天问我定位，我说不要来，这边人太多了，不安全。然后他骗我说是别人要来。我的闺蜜叫蔡宁，是你们温州人，是一个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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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姑娘。是不是看第二遍了？没有。现在我看抖音好点。他要吃多少凳子呢？就是你们知道吗？这个眼线膏啊，我大概给她买过3个，但是呢，她永远要用我的。快掉了。这里值得你。好了，我要开始救我的那个眼睛了。估计没有这只大。是的，是的，我是开成盲眼的。我明天开个直播好了，今天不开。
没有没有，王老师不来的哦。今天在龙岗。传言？什么传言？我妈妈是在什么？邀请我连线是吗？好的，哎，没掉了，你再来一下，我接受一下，妈妈。是的，是的，我看到了。什么是连线？就是他过来。连线是什么意思？就我这里的人能看到你。哦，什么歌词呢？哎，我接受了呀。接受了，这样我也听不到他们讲话。陈军，我来连线的时候拒绝我，下一来连线就接受了。他听不听到我讲话？小声。这个连线有君完蛋了，君出现在一个不是框里是吗？关掉了，他看不到。哎，我直播间的宝宝们，你们去跟群里讲，就是刚才我来跟他连线，他拒绝了，然后夏一跟他连线，我们就为了证明一下他会不会拒绝夏一，果然他已经接受夏一，拒绝了我。给他讲一下，他可能现在听不到我讲话。那要怎么样断开连线呢？卡了，同志们，你们教我一下。啊？所以说大家有个 PK， 有个连线 ，PK 吗？点 PK 啊？哦，我今天可以飞一个。哪里有挂断？确认退出吗？等我5分钟好不好？现在卡了吗？现在不卡了吧？我把这里涂啊。今晚我也没有，刚才需要你帮我弄几个。哎，给我们再传电话一下。哎，我昨天有一个房子点的，我刚拿出来的，在这上面那个吗？顾老师吗？对我妈来了，我妈来了。这个不是我的，对，那是我的，昨天就少了盖子5号。我的，因为我昨天刚拿出来的。现在有了。下午我们主要是有。今天这个吧，在首演我现在。原来只有你一半的脸。一半够了，省得我费劲儿了。那你把那只眼睛换成好。你不要讲近视眼。今天蔡老师没有哎，蔡老师今天没有演出。下午，那个他的那个粉丝说，是不是啊？是的。不要扎，就是看前面。
沙燕之王。先这样吧，好。阿菜今天演什么？老家人，老爷。老家人。廖老师来，那个在哪？啊，我是反正去了。老总看到了吗？没有哎。话筒有点堵住啊。这样堵了吗？卡了。电不通。我再提醒你们，你们晚上记得可以强制带走。每天晚上这里很多酒鬼流浪汉小偷睡在我手上放过来，你们强翻开，是吧？到底你们这边要不要的？不要的，或者你打包好什么要打包好，拿交给我保管，是吧？下面已经好多人都去被抓住了，爬进很多的。你在哪里啊？他们那个有一个派出所负责人过来。主要是你们的衣服呢，这些都是化妆品，绝对看不上的这些呢啊，这些化妆品他看不上的。主要他们的衣服呢啊，根本俺没办法的。他们这个他们派出所的人在这里跟他们。我会帮打击的啊。对，他是专门。是吧？救回来了是吗？还没化成一样，我知道的。我们中午就要抓。海明姐姐应该在化妆，等她化完妆了，我跟她讲哦。因为他们现在派出所的，他们负责人在这边。晚上不来抓。对，因为一开始是他们都安排好的嘛，但是他们今天早上他们过来是8点钟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过来8点钟的时候，他们这人都敞开的，人是10米走的，10米走的。今天有什么？啊，我最好看看，是吧？外送，这个是猪油与糖瓦斯比较多。放点水分。所以我看的是你的吗？对。美女比较多的，全是好的色调。口渴死了。君君啊，哎，断开我的不是，我没有，不是卡了没有声音。我听到这里一点没有。第一次我连他的时候，他给我拒绝是第二次，你要是连的时候，第一次我没有拒绝，第一次我不是拒绝的，我是这样要点，然后它没了，有时间限制的。替他证明。我不认识拿水的，我是来问问你看到底是为什么。我走啊。你在外面啊？你能不能到这个后面来一下？你的官方后面啊。哦，好，对不起。他说因为派出所的负责人他过来，他说要不要安保呢？就晚上。那我们派出所要不要跟你们说话？还是你们给我说话？你们愿意也都可以。哎呀，你们应该给我们说话了，我保卫你们的。小偷很多，他这个门是开着的。林慧。你昨天那东西帮我放到包里，那个谁那个拿来的一直放在那里，没给我拿回去。你的包要在这里，早上有好多的锅，这个包明天都很贵的了。好，包没有，那就破掉了，我跟你讲。你这贵族的包，早上有好几个包。
让他们把他们说的是，不，我是下面有东北，你的话是东北的，哎对，今天下午周世龙。你是第一天说不要我安保的，你讲的，我才没安排的，因为滴滴也是我从手机的，是吧？是有的，但是他们主办方是车里的，没用的，啊，主办方跟我当场没关系的嘛。啥让他们自己不画呀？那肯定需要你。你滴滴反正你我永远记住这句话，我说开玩笑，我还不需要安保的时候。我现在左边比右边画的好啦，是吗？不行，我这个太粗了。给你另外吃，给你另外吃。说悄悄话。我现在说你们少点，你根本不知道。不要听别人的，别让他来管去，就让他请。我小时候都已经抓不住了，你信不信？啊？这么2件衣服，我就把你挂回去了，你都不信吧？你都不知道啊？我让他把你衣服挂回去了，啊？因为早上有2个小偷已经上来了，在那里发东西，全都看到报警，我8点钟就过来了。啊，这里又被监控的，当场我把赶下去了，因为还没偷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偷。反正就是，马牌的化妆也是很多的，得包好多包那种，相机还得放在一个相机放在那里的，真有钱的，苹果是哪个起来的啊？太热了。那这个啊，我睡不着吧？那我等谁啊？我等谁啊？他们马上接过来了。对呀，一点都不开始演，有时候不要出去了，一点都不要开始。在演呀，他在化妆。哪里白领不了？白领想的最多。那他是网上演出没人偷的，网上你们结束掉，你彻底掉，他们进来的。人家不懂的，因为我今天才撤掉的，我是那种结全部撤出的。对吧？还好我是这么把，就是我负责这里是不可能有东西偷的，那不跑我牌子上嘛，是吧？其他管基础的、管中文的，他们都是乱管的，我不然肯定不让他偷的。下面已经抓了3个小偷了。其他3个抓了3个。其他3个没抓。一天。他比较注重出现的光。啊？派你去。实在是很想笑，忍不住了。玉环我没听说，我不知道，我消息比你们慢。其他就这样子啊。这个地方不要太好，我到最后他地方，因为他前面就是我派出所。你们很近的是吧？很近的是吧？我因为他那个立马就过来了，我们的那个来了吧？那这是归我了。好。那不要抽嘞。那啊，我地又不能抽，地又不能抽，要抽地的。地我给你看。正面，安静点。那我要坐在演员旁边呢，我该修的人呢？在这里。这个墨汁触到我的逆鳞了已经。怎么办？因为我先下面去一下啊，我再去联系。还有水溶眼线笔的。像画眼线那个。这次可以吗？你就画成跟那只一样，还可以。
人家说我是警察。衣服倒确实有点。我们富阳上次去被偷走了，大女儿的、二女儿的，服装跟头套都有的，是大女儿的头、二女儿的衣服偷走了。金香，对，过几天。是的，我们衣服也被偷过，头套也被偷过。以前。眼线膏啊，眼线膏我就很普通的这种。小孩子这么脏兮兮的，这个我上面很多。我们是不到那个到，啥样都搞错。你去解释给我看。到底可以做？对，西服很贵的。那送不起，可以出了。哎，你这个细棉好啊！不要以为你花了7多，不是。去看去看。真的吗？可能因为今天我画的慢，说明你昨天也看了哦。没电了吗？没风了。这个是谁的？湿的。我准备晾干的那种。你不是本来在那头的吗？你这件一屁股都上来了。来帮我那边晾一下。都是包的，那个面。喂。什么？对，你放那边就好了呀。没电了，想喝。好好好。这里叫什么？好好好。等会充一下电。卸在我包里。眼睛这个位置已经花了1个小时。那不是因为在跟你们说话吗？他就来要号码的，他说的所有都是他自己说的。手机没电了，来这里充个电。都是他自己说的。
他第一天来就来我们加我们微信，那些人，对，然后对，要加你们微信，然后给我弄出去了，然后跟我在那吵，他叫你们把所有人把你们这收的名单给我，联系方式给我，这样我才保证你的安全，我就会给你。然后于俊来，于俊把他赶出去，因为我这边不需要你来帮来帮忙，所以他好像所有人的联系方式呢？对你把他这个化妆师你管啊，你把所有的联系名字给我，我想保证你的安全。这名字给你，联系方式给你。所以老要被运动出去了呀。真的要啊！你让我有分泌我的东西出来，不然我都是要清理的，我不清理是我负责任的。哪个？于俊来了，于俊看又这个人。没有空调，这里没有空调。那是天猫的。这件衣服啊，这件衣服蔡明给我买的，我闺蜜给我买的，是不是很好看？看有没有说，哎，好看的，有眼光，不错。想盖着头发的哦，可以，眼光好。对，是蔡明。好看，以后衣服多让你买。有穿吗你姐妹？我那儿还有一箱呢，你不是拿出来没拿？你那一箱能穿吗？能穿吗？哎，我跟他说，他是很上节目可以穿。我这里名单给我的给我。我闭嘴。他说，我这个名单给我，你给不给？我在保护你安全。更多男人的话。嫁到我温州来。我没有酒屋。这个方式给我看，可以，要不说你。这是我没认识的小伙子呀。聊天的，就是终极对话就是对象。我还以为你要怼我，我还想你考虑清楚。我放明清楚。然后对，聊到这个就聊不下去了。徐红在呀，徐红老师在呀。来啦，刚数到你。中暑了还是？1个小时啊。可能前2天我穿了毛衣，然后我那时候整个都湿了嘛，就可能去上海引起。方圆昨天也是，给我。是的，下午是8点。
昨天方圆一九馆也是拉肚子。亚洲演大女婿。对，下午15礼拜寿，他在我旁边啦。可能吃坏，昨天他半夜跟我讲他一句。阿菜啊，阿菜不在。1点半开始。我是女生。没有鼻子是因为我侧影打高了。下午是演大女婿。君君，你化妆确实慢。是的，我承认。没有在这儿。是吗？是吗？你们都关注我涨了多少粉丝？是吗？来了。谢谢你们。小姐姐要演戏，不能播戏。等我不演的时候给你们播哦。白兔记我都是可以给你播。好的。我自己给自己找了个活。来，我店给你充好。蔡明说白兔记他给你们播。我跟他贼好，非常要好，无敌要好，最要好。你的形容词好好玩。他没有直播，他说他明天帮我直播。他在化妆呢。有没有在投票最后人家陈定勋是哪个吗？啊？在哪里吗？不知道啊。没来。怎么了？在楼下超红应该，局长都问你来着啊。我那是我陈家人的，我也姓陈。打针去了。中暑了是？我就感冒引起的肠胃炎。阿菜的叔叔来了，阿菜的叔叔在哪里？我先把嘴巴画上，不然我太苍白。我叔叔来了。哪个叔叔？晚上如果门口人没有太多的话是可以的，因为如果人太多了会不安全。
轮廓我还没打，底打了，但是那个阴影什么的还没扫。那猜你有电话？是你叔叔。叔叔。蔡世柱是不是你叔叔？啊。为什么人家知道你叔叔来了？真的，他叔叔来了。原来是真的叔叔来了，哇哦！谢谢小姑。今天下午周世龙肠粉汤。下午是舞女拜寿，晚上是胭脂。我也来。水土不服吗？热的吧，我觉得是。有可能一冷一热，有点半中暑的那种性质。没有冷到，只有热。热。全铅笔都没有笔尖。你要这么抠细节吗？小丽君，这位警察要约你。我没约他那个，就说你在龙岗很火的，我陈家人。谢谢。领导说你这个唱腔好的，我们会。谢谢。是我们龙岗最大的领导说你唱腔好。谢谢。我话都听不懂的。这个妆好像不热啊，我失控了。谁买的呀？会不会太粗了一点？那你捏上去再给门稍微关一下。好。拆开好了，那个是你告诉我哪里买的？我就买了你们吃的，拆开好了，买点回去。他家菜场买的。你们家菜场？我下次要给他借，你要我跟你借这点，我要多少包？我告诉你。那你们有几个人？谁要啊？我也想要。啊，对，那我在群里接一下龙吧。你们要，然后让我妈妈去菜场买。放外面吗？哦，我去查一下。我先把眉毛捏掉一下。谁说的？化妆不好看吗？我来吧。这好像有点难吃了吧？有的。怎么样？说实话，好吃。哎，你的表情真的很好吃。那个油排骨也很好吃啊。眉毛一点点高一点，但是你看我这样拎上去的话又好，我知道这里稍微低了点是吧？你们这帮监工。鸡爪吗？越早吃越好，其实。你如果想吃，你想吃你少买一点，然后下次我分带好，因为我们家自己也很爱吃。他这家还一般般，没有很入味，另外一家还好吃，但是我没买到。好的，我等会儿修啊。没有啊，油排骨很好吃。仙女都是单身的。不辣。其实肥的更好吃，但是我怕你们不吃肥肉。对呀，温州好吃的很多嘞。温州的好吃的很多的。对。如果不是金鱼期，我就带你们去吃海鲜了。没事，我们下次还会来的。下次来金鱼期啊？再下次还会来的。可以啊。你帮我说两句。化妆师很可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魏老师的直播间哦。大家点赞。没必要喝的。你这个颜色为什么是这样的？
刚刚不是有点社恐，别看他什么社恐起来很社恐，这话我就不是特别爱听。在亚洲在吗？你好多粉丝在围着我们了啊！没有，我也下面。哪个在亚洲吗？那我也找个。这个陈家的一个优秀。我们来印一下。等一下。哦，直播警察不能出现是吧？那倒不是，可以的。警察就录个领人是吗？她已经很漂亮了，你再给她化妆，我就受不了。你不能进来呢？给他看。哎，你这个不能进来呢，你这穿进来我就把你带下去。这大哥是社牛，对，他社牛，他绝对社牛。小叶最要是一定要主要对魏老师化妆化太长了，跟自己聊天对吧？画好了会。啊，是吗？制服不能出镜是吗？自己跟那脏那红这很尴尬。黑笔。等会儿万一他出现我后面，我马上把镜头盖上。哦，反诈就没事是吧？大姐是夏依依老师，小叶子演夏莲。聊什么？洋洋护花使者。我们魏老师新娶的一房小老婆，和青青，这不三女儿吗？三女儿。今天。后面像方亚芬老师，哇，真的吗？啊，哇，那就是二女儿是学法。蔡老师那睫毛涂上一点了，这脸很好看。他那个。叶子老师胖一点，有点吗？口红啊，口红调了调，不是一个颜色，有好几个颜色调的。老师今天是演三女婿，周一红。怎么了？我们家的小护士昨天刷你何文秀刷了1个多小时。真的？真的吗？然后我妈说，我爸在想，说他好难，不说他好难。是在上班的时候吗？直播管理是什么？没有，我没打侧影呢。我刷你4个。谢谢。很好啊。青青，给你们看我们青青。Hello。哇，2000多。这是我们青青。今天太好了。对，今天老婆太多了。啊？太显。下面可以不用那么弯。蛮好的，真的蛮好的，真的很好。不用改2个。
这种很好，没关系，你这种到台上很好。来，张老师你看看，多少？我觉得什么毛都不知道。觉得魏老师那个薛春林超级无敌帅的，打1。来，小玉跳起来。来，你看，好，看到没有？刚刚给我的。对。你看，哇，可以了，可以停了，不要打了啊！哇，你这刷屏刷的，怪不得西西说他到你这里叫你，你没有看到。西西叫我过来。谢谢大家。可以带货了。西西在哪？西西肯定不是现在叫我。快点，那个魏老师直播间。谁说今天在看？西西你在啊？西西哎，我没有看到。西西来打一架，打一架，站起来。肯定不在。没关系的，你们关注这个信件感觉更脏了。这些都不是。又没分了。对，这里是嵊州人，嵊州大美女。怎么没分了？车单真的是不会上。没电了。你是新手机吗？电动不耐用的。是这个没电。哦。热死我了。一激动啊！哎呦，我才冬天到新了。下午11点半开演。可以再粘一下。对，2个都没。我姐叫啦，我姐没有，我姐联系到我啦。你说上次那个什么？是的。小失踪人口。对，我姐担心了，打电话到你那里了。签名照可以的啊。第3个佛山。对，明明是瘦的，对，真的是我魏老师来西园记演辛苦。对，星期下午跟魏老师跑了。我那个帮我充电了吗？你要帮我换一下。我刚才想换的，但是我又主要是一下子就是现在收费的。你安7才1块买啊？应该金红是安全的。点个动。孔雀还有机会吗？当然了。好的，20号见。你不要承诺出这些东西，最后全实现不了。几年以后不知道。雨欣咋说的？雨欣咋说的都告诉你的了。对吧？太难了。有没有可以像这种地方？怎么看呢？像这个地方可以再，这个头太短了，你懂吗？就这个东西可以再过来一点。下午演舞女拜寿。君是先去广州，对，我先去广州，然后去新龙门，新龙门去完再来温州。今天是小龙，眉毛还是有点高低哦。要不演个哎，七等嘞。哎，你老公吗？松门好像没有吧？左边高，不是这边低，这边高吗？对啊，没胶水。我爸爸脸比较长，我妈妈脸比较尖。我是不是可以再点个灯牌啊？通力打完，那这里是可以送的。没有。要多佛镜。温州龙岗。好的呀，下次我们来台州演出的时候你来啊。
下午回去了没？然后如果在问你嘛，你就联系过来去了，我联系给我打电话。我吊不起来，我吊。还有眼睛的红美甲。小胖烧烤，我都看，昨天你也说你点到取关。这是谁啊？亚飞。到底几点到现场才能看见？你现在来就能看见了，就是现在人已经很多。下午是舞女拜寿，谢谢大家。大壮，我这里怎么有2支这个笔啊？这支是一样的吧？我没有这个卡。那是谁的呀？是妹呀？是海聪的吗？不知道。你哪里拿来的？姐姐，来，去上厕所。先放着呗。是吗？对，温州人民的钱。当然不是这样子，我已经带偏了。哈哈哈。这个头像快人家开始，人家还上台嘞。14号，我们是12、13号吧？没有14号。14号我来温州了。我们15号来温州。 15号吗？15号还是14号？被那个谁拉住了，警察叔叔。你们负责人不需要我们安保啊，谢谢啊。我工作就跟你说的。那个邮局说不需要了，他那个说不用来了，就是邮局来了，说不要了，知道吗？下午我是大女婿。脖子上的是电风扇，吊上去就不行。云霄是吧？他在包头，给你们看看。下午是大女婿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正在吊我的皮。好了好了，你很累。看到了啊。没有。没有。好了。谢谢。下午是舞女拜寿，对，今天好热，昨天下了个雨，今天没有下雨。
想吃啥？他说他明天帮我直播，然后问我请他吃啥。这样好一点吗？就只有点糊。画什么都忘了。刚才跟大家就是说一下哈，今天不是那个有派出所的人员，你们不要去就是说，他们说什么你就看他穿的啥，不是蓝色，今天是下的这个，今天李湘，就是追稿你们要在你们话筒边待着，要去保护你们，你们都先下怎么样？有的甚至他还加你们微信啊什么的，就是不要加啊，要联系些给到他们，那就。我就这样第一天，我今天不跟他讲话了。第一天的时候，我不跟他吵了架吗？他让你把所有的信息、名字、联系信息告诉我，给到我才能保护你的。这样。啊，他说你拿上的话，我跟你配合就配合，我没看你啊，然后这样的。我管你是警察还是警察，没有道理。他是不是穿假制服？那应该不至于吧？那不，他是呢是的。是吗？他们见的。中了。哪里慢了？演出还没开始。我30分钟。还有30分钟呢，好。今天他不需要包头，今天他演翠云，他戴头套。哦，对，睫毛还没贴，谢谢你。所以他很失望，说你们不需要我来保护你们，很失望。要不你这个是，结果他没贴到正面版本，结果没看到正面也是一个。下午是舞女拜寿，我演6女婿，邹世龙。6女婿我反应了很一会儿。我也反应了很一会儿，我反应。那是什么？是6女婿啊。对对，这样子叫我这里。从来没有这个名称称上去过。你好了是吧？翠云不是认的第6个女儿吗？他是不认了一个女儿，再认了一个女儿，应该是。但还是第6啊，排名。他不是说那个女儿不存在啊。眉毛念不上去了。好了，我画完了，哎，包头喽。好了。谢谢杨老师，杨老师辛苦了。好了。睫毛加上。谢谢大家，化妆师到位。我出。你那个画很细很细的银色的、金金的、黄黄的那支笔，给我看一下。还有吗？这支。我想要你那支银线。哪支啊？粗的。啊？不就这支吗？不就这边那个？没笔了。眼线，把眼线交。没有啊。还给你的那支呢？你说这支啊？拿回去好了。送我了。这不是你的吗？这不是你的吗？谁啊？来，给这个。见红花有了吧？有了。
小一点放过来。有直播。等我带好好了，等会儿。好的，谢谢你哦。这头什么？接。我168。姐，这头是后面加的吗？这一波，就这一片。没有，哦，对面没加过。可能张平老师自己看。有吧？就把那个后面散落的打成一个辫子。哦。下午是舞女拜寿。喏，我后面那个就是我们的化妆师杨孙硕老师。哎，马上是吧？都是在魏老师。下午1点半开始，还有半个小时。哦，睫毛还没贴。他那天帮我化了眼妆啦，下次我在演何文秀的时候，他会帮我化的。我下午演周世龙，可以的呀。晚上是胭脂，晚上是6点半开始，比较早开始的。好快。可以进来看，只要你进得来，人有点多。对，今天膝盖休息一天，明天接着跪。三春今天是何青青。芊芊姐，这个红花呢是一会儿就是云上凤凰霞帔要用的是吧？我为什么下凤冠那个花是。哦，好，那我撕掉了。约你可以吗？我约一下。哎呀！哎，帮我拎一下。就好。背个头。哇哦，3、2、1。对，魏老师演3女士。没有下雨。关了。苏老师。太后。苏太后在吗？在，他给我们送了棒棒糖。太后，我看到你了，太后，哈哈哈。我们太后太快了，太后在哪里？太后在。哦，太后，我看到了，太后。我们苏太后来了。今天好。太后是苏老师。苏老师好。加了个包。你放在上面加了个包。哎呦，外面还没点。拿掉了，马上撕掉了，看到了吗？
明天还有，明天是最后一天。下午是舞女拜寿，晚上是胭脂。明天下午是白兔祭，明天晚上是红丝错，对吧？对的。我怕自己报错了。等会儿开始了就不直播了，1点半开始我就咔掐掉。我们是有规矩的。牙齿上是有口红，是吗？别人帮我抽1张纸巾，谢谢。最后一场不能看是真的吗？啊，最后一场为什么不能看？不能看的话，为什么有最后一场？好。我的这个。这个。不是，你正。啊，这。你待着。好，我口袋里有的。啊，那你挂着吧。我挂着。谢谢大家的喜欢。哎呦，太快了！没了。男生你可以来应聘小百花其他的工作，但是演员呢，我们小百花都是女生。对，他在我旁边。眉毛太黑不会的，我在台上就不黑啦。远看呢，对吧？近看也还好，包完头就好。可以啊，你可以来试试应聘一下小百花的保洁。有直播号吗？有很多粉丝直播。孩子几岁都可以学。亚洲下午演的是大女婿。啊，对，舞台远，所以就是需要浓一点。我晚一点包头，因为我刚好晚一点上。谢蝉下午是演婆婆，是那个
没有重新开，我刚才也没有断掉。我刚才手机他说我太烫了，太烫了，我在给我的手机吹电风扇，现在。不是，刚才说我手机自己太烫了，然后它自己静止情况下，我给它吹。哎，原来手机太烫还会自己这样预警的我。你看，我手机太烫，也才掉了1000多个人，哇！1000多个人走了。我不知道苹果还会有这种功能的，就太烫了，它自己跳掉了这样。好的，谢谢那个什么小米还是大米。就是，但是你们还有2000个人留着等我，卡走了1000个。但其实我马上是要下播了，1点半开始。好的，你回来了。今天台下肯定是有人直播的。谢谢庄子。对，有很多人直播看戏，很多。你随便在那个龙岗的那个直播什么刷一下，就有很多都可以看的。老公特别像。没有啊，我发际线也不行。这以前其实还要多，但是杨老师经常那个胶水啊，就给我粘上，胶水给我粘上，然后粘上撕下来的时候就会掉很多头发。为什么龙岗大叔很吓人吗？为什么不要比龙岗？我觉得你们肠胃不好人应该昨天都吃同一样东西吧？他刚问过我这个问题。没有啊，他直播过的。然后我说我就没给自己点。消失的发际。到了杨老师这里。葬花吟要看缘分。刚才那个太后苏太后在的时候，你们可以。是他给我们排的。那我要尴尬的，我会社恐的。下次苏太后来的时候，你们在万人血书求葬花吟。上次他们不说甲流说要那个要拉肚子呀？是，但是这样的平时一般般的，你就直接那个。怎么每天都说有人还要采访我？不要去打电话，让他骗人。然后这是二阳不是又来了嘛？然后二阳那个正好有毛水有粉。就我那个初二阳是老师。不管那个人了，甲流了。是甲流是那个。好的，会保护好我自己的。好的。还好大家都还是很善良的。对，今天我要剪翠宁。我今天演邹市龙，现在是1点16，1点半我们开始。苏太后是我们浙江省艺术职业学院的苏老师。我等会儿去找杯水喝。来，下一个正上，筷子这边来吗？不强。来。我还有资格坐在少个啥？少个泡子是吧？然后我今天只带了咖啡色的帽子。是不是这里少了一个东西？
道了，对，现在慢慢在我旁边。没有，我没中场。一打开抖音就看到我了，哈哈哈。好。我下午演奏室喽。什么韩版小生？我是中国版小生。Hello。四女婿今天应该是涂可依吧？涂可依演的。1点半开演，1点半开演。我妈可能又在开吧。妈妈在不在？对，云霄演翠云，谢谢。三姑也是。今天蜡烛都上一下。我是兄弟，是不是喜喜？不是喜喜。对，我画好了。马上好了。每天你们要看厌我了吧 ？T 恤很好看。搭档是那个王骁龙。他是好意啊，大家也不要怪他，他是好意嘛啊。他祝所有的优秀的青年演员都得梅花奖。都想做母语。谁的手劲大？你们来嘛。干嘛？我打不开了。这就我了呀。周应龙是魏春芳老师演。神经啊！真让他把我扎！我靠！徐宏应该是他的女儿吧？我靠！洋洋，你好有男友力哦！我们昨天2个人一直打不开这盒东西。骁龙有的，骁龙是母婿。然后洋洋就一下就打开了，天哪！这是我这么多年看过洋洋最有男友力的地方。妈妈，但是场面冲了，结果有种人挑战一下爆发力。我后面出场的。挑战一下爆发力就出来了。所以洋洋昨天跟前天都是一把就拎起了君君是吧？还有骁龙呢，骁龙昨天是结束还都不知道，他就趴在台上，他不知道有目标。那你那个晚上男友力爆棚。不是骁龙昨天那个周润部分议员就是木一拉上，他只能爬进去，他都不知道了。比亚洲还要男友力啊，那可不。谢谢。就是可能就和我说光木头他一直这样。不是，我感觉我摔出那个木外面去了，因为我起不来了。洋洋是亚洲男友吗？就是抓到一个人就。没有。洋洋也是亚洲男友吗？没有抓住吧？我台下已经有人没有，对吧？我他们说木还没拉上。应该拉上了吧？我看到木拉上的。就是你这个，快点，别绑了，别演了。你的眼睛已经全虚掉了。其实我已经看不清人了，我已经不知道旁边是谁了。不要演喽，时间来不及喽。好了吧？谢谢杨老师。我已经坚不持住了，开始。我不是这样子，然后看着木拉，然后我想一定要坚持到木拉上，木一拉上我就。我就眼睛盯着那块木，等它拉上，然后2块木啪一并拢的时候，我就不知道，我又没电了。黄老师，你也场没演了？凌霄没有啊，就是这2天天气有点热，今天骁龙不舒服。魏老师刚刚魏老师在直播，马上演出要开始嘛，他们已经去准备了，我是后面出场，我等会儿1点半我也要下播。他昨天下午就不舒服了已经。没有时差。找个机位直播，我不找机位直播，那么多人直播了。我觉得就是要找方式去调整自己吧。那天3场的时候，我也感觉我撑不住了，后来就是头
卸掉之后，我们休息了一会儿，就缓过来了。开门化妆。哎，你手眼线其实给我一下，很细的那个。我说从我这借过去是吧？没有啊。或者我这两天一直没找到。我说不是的。这怎么都没找到对不对？昨天查不了。我以为你给我的，所以刚才你找的时候，我也不敢不还。直播管理是什么？可以呀，可以呀。我家是嵊州。帮过锅这个好是吧？哦。干磨亮。这个秩序啊，我觉得你们都挺好的呀。哦，不是你们也在帮我提问，帮我回答问题吗？对，2公里多呀。是很多的，对，生日豆腐包好吃，我也觉得很好吃。现在1点24分啦，再过2分钟我就下播喽。谢谢你们看我化妆。谢谢。好，打赢了，下播啦，拜拜，我的2489个看我直播的粉丝们，明天见，拜拜。明天应该会吧，哈哈哈。明天阿菜说帮我播，阿菜当我的管理员，哈哈哈。拜拜拜拜拜拜，明天见，拜拜。孔明，拜拜。你现在干嘛？给我了。我拿去。